即马当时陆家具生团的季节哦，中华传出讲是有民众乌白掠去影响到生态。中华关农业处是表示讲，因为陆家具毋是保育类，敢会当可坑，也毋过伊嘛呼吁民众着卖掠，互因会当伫大自然继续生团。民众来散步运动，看到树仔顶有陆家具，拢感觉真欣喜。但是这个月初7，一位摄影师伫芬园自然生态区发现，有民众动手掠陆家具，而且掠的数量真济。原本树顶目睭睭的陆家具，剩无几只。用钓鱼啊，迄种冰桶，世界的冰桶，加差不多半桶。原本我钓鱼要去翕的是做济，钓的只也是剩无几只。除了芬园有人掠陆家具，花旦乡的大岭巷步道，嘛有民众看到大人拍带头，伫囡仔人面头前用雨伞咧伸陆家具。来遮散步的民众表示，不时拢会看到有人咧掠陆家具，因也会好心可坑。那个6日我有看到了，但是有时候提醒一下，也不敢讲太多了。收回去有人说收不拢，然后养1、2天就死掉了。这个寿命本来就很短的。独角仙哦，伊毋是保育类动物，关乎这边在此来呼吁咱的民众，咱要看迄独角仙哦，上好伫迄个大自然的环境，莫去甲掠，还莫甲伤害。关府农业处表示，因为陆家具毋是保育类动物，并无相关的法令禁止民众掠，敢会当尽量可坑。关府嘛呼吁民众爱尊重大自然的生态，互陆家具伫野外自然生态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